欢迎收听10月3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拉记9章11到15节，我在这里，我也是。以斯拉面对到这个世代，真实的活在罪恶当中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活在罪恶中，或者是我知道，但我无能为力改变这罪恶让人向下沉沦的环境。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再次来思想，我们所在的环境是不是也让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呢？在以斯拉他所处的以色列人的社会中，好不容易归回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重新开始了圣殿的敬拜。然而人民的生活与这圣殿的敬拜还有一段距离，而且这距离是罪恶的距离。以斯拉在他的祷告当中说道，他们所做的其实过去他们的祖先早就已经做过1次、2次、3次。过去的罪恶使得以色列人失落了应许之地，亡国、被掳，全家都到了别的地方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甚至失去自己的家乡。在那异地生活了数十年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可以好好改变、经历医治、更新的时候吗？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是不是有先觉察、承认自己真实活在那罪恶当中呢？在这里，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是在做一个祷告，公众的祷告。以斯拉他虽然在经文看来，他不是这其中娶外族女子，与这些其他的文化宗教连结，甚至同样敬拜上主，也同样去有这样子的一个其他异教的生活。以斯拉没有活在这其中，却是认同自己也是这其中的一员。他谦卑自己，承认在整个环境中的罪恶，没有人是局外人。而我们面对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，特别在我们的原生家庭，在我们的公司，在我们的人际网络里面，有许多得罪神，甚至就踩在那个边缘，好像让我们的心很挣扎。我到底要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，好让我过得舒服一点，还是我要顺服上主的心意？即使在这当中会有很多的挣扎跟拉扯，以斯拉他选择的是与这些人民站在一起，一起在上主面前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罪恶无能为力，我们对我们所经历到这世代所带来的伤害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我们在上主的面前也无能为力的说，我们没有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这是我们人真实的境况。可是讲到这里，是不是感受很绝望？其实不是的。讲到这里，对基督徒来说是盼望的开始。正因着我们承认自己的限制，正因着我们没有人能够在整个群体得罪上主当中成为局外人，我们更是知道，原来我们得救真的是出于上主完全的恩典。好像这首诗歌你的救恩所说的，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，你的应许在这黑暗中成为一道曙光。你看见我们所经历的，你听见我们所祈求的，更重要的是下一句，
我们是上主所爱的，上主所爱的，他必要拯救。但我们愿意承认吗？我们愿意觉察吗？我们愿意带领弟兄姐妹，带领我们自己，或是我们身边重要的家人朋友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寻求他的改变，寻求他能力来医治更新我们吗？当我们愿意，我们真实要去经历，就好像今天 RPG 的祷告经文以弗所书6章13节这样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原文的意思是要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。人怎么穿上帝的全副军装？我们连自己要穿这些衣服都分 size。神是这么伟大的神，他的军装我们哪穿得起？可是上主的怜悯却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那全副军装，好像那救恩的头盔，来罩住，来保护，来围绕在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眼目，在我们的说话，在这个头部的周围，帮助保护我们。好像他公义成为那护心镜，遇见这外来的攻击，或者是遇见别人要拿刀刺你的时候，你的心被保护，被上主的公义来保护。好像我们穿上那真理的腰带，使我们的腰能够挺直，能够行走。在这路上走的时候，真理束住我们，使我们不致走偏，不致走歪，不致跌倒，因为我们被上主的真理所坚持，所扶持。好像我们穿上那救恩的福音，平安的福音鞋，使我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上主的平安，也使我们自己就先领受这真实的平安。又好像我们手拿着这个信德的盾牌，信德的盾牌成为一个很好的防御，让当别人攻击的时候，我有这个信德的盾牌，有这个信实，有这个信心，有行在上主信实的话语中，成为盾牌，能够抵挡仇敌突如其来的火箭跟攻击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面对在这个世代，在这个经济，在这个疫情，在这个人心，面对科技如此的快速改变，带来许多的焦虑，资讯太多，带来许多的焦虑，这个话语太多，很难分辨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就好像宝剑，赏赐给我们握在手上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来成为攻击的利器，透过圣灵的提醒，圣灵的教导，圣灵的医治，圣灵的安慰，让我们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上主的心意。重点是还能站立得住。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以斯拉他讲到，我们在这罪恶的环境中，没有人可以在上主面前站立得住，但是上主的心意却是要我们穿上他所赏赐的全副军装，让我们不论在困难，在顺境，都能站立得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这庆典之后，回归我们日常的日子，更是要来一起祷告，要来拿起你所赏赐的全副军装，要在困难的日子中，要在挑战的日子中，要在顺利的日子中，我们要来抵挡仇敌一切的谎言，一切的攻击，一切的控告，
因为主，我们所知道我们在的这个世代，真的是每一天都有那不属神的心思，不属你的心意在影响。当人为了自己自我中心、自以为意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更是要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为此参与其中，我们要为此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此来遵行主你话语，成为那真实的见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罪恶中说我们是免疫的，但主你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在你的面前一起成为对罪恶免疫的一群。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看见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这些不好的事、坏事，主你提醒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，更是提醒我们如何在这其中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爱这个世代，爱这个世界，不仅是人，还有你所创造这一切的大自然。恳求主你也赏赐我们有智慧的心，有智慧的行动，有智慧的回应，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先得着从你来的能力，活出从你来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的话语成为每一天你面对生活的能力，让你领受从圣灵来的这个武器，抵挡一切的攻击，并且有能力来回应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下次见。